咁安裝流籠裏邊嘅消防龍頭咯。開始之前記住檢查已經做好嘅消防企身喉同埋配件位置正唔正確啊！安裝嘅時候要謹記以下要訣啊！龍頭要裝得夠穩固，注意龍頭位置同埋角度，特別係暗角位，唔可以阻塞走火通道所需要嘅空間。龍頭高低要符合法例要求，離開牆嘅距離要足夠。消防龍頭系統要連接一個獨立嘅消防入水掣，即係 FS Inlet。入水掣同地面距離亦有規定嘅。至於安裝消防喉轆，要照足已經批准嘅圖則，利用合適嘅爆炸螺絲收好喉轆，然後接上30米長嘅膠喉、射嘴同埋射嘴箱。冇錯啦，裝消防喉轆要注意，第一要喉轆夠穩陣。閘掣同埋射嘴箱嘅高度唔可以高過員工地台1.35米嘅。嗱，如果係內藏或者隱蔽消防喉轆咧，嗰個開關閘掣就唔可以深過500 mm。嗱，無論固定或者配有搖台類型嘅喉轆咧，都要能夠暢順咁拉出膠喉而運作正常噶。仲有咧就係喉轆附近嘅當眼地方要貼埋使用消防喉轆嘅指引添噶。安裝消防花灑頭嘅優質工序咧，當然係要先檢查花灑頭嘅類型同溫度啱唔啱啦。安裝時用麻巾同水喉膠布包好花灑頭瓦位，用士巴拿將花灑頭收緊喺做好嘅水喉上面。記住，如果係有假天花嘅地方，天花花灑頭要預留接口，等到天花骨架完成啦，再進行安裝花灑天花下頭嘅工序，完成封天花之後，先至裝上花灑頭杯碟噶。嗱，我知道安裝消防花灑頭有啲嘢要注意嘅。花灑頭嘅距離咧要符合有關消防條例。花灑總喉同花灑頭要有足夠喉碼，要夠穩固，要以分階段水力試驗嚟確定駁口冇漏。如果花灑頭嘅位置係容易受到碰撞而損壞嘅地方咧，就要加裝保護罩啦。整個系統要連接一個獨立嘅花灑入水掣，而入水掣同地面距離都有規定嘅。咁水簾系統係利用水噴灑成為簾狀，嚟防止火焰蔓延至樓宇內部或者外牆同埋有大缺口嘅地方，較常用喺走火避難層。系統係配合熱力偵測器同埋噴嘴嚟啟動運作嘅。整個系統嘅安裝一定要依足批核圖則同埋規例要求嚟安裝先得噶。講到喺消防水泵房裏面嘅工序咧，仲有好多要點應該注意噶。不如分開電力供應同埋消防水泵安裝嚟講啦。好啊，電力供應方面要同水泵用電量配合，電箱位置要近泵房門口，方便維修同埋操作啊嘛。而且唔可以靠近所有帶水管道，以防漏水而損壞電箱。而電箱內嘅電線要跟足批核嘅線路嚟接駁，仲要有以豬仔標籤以作辨認。電箱旁邊要掛上已完成嘅線路圖。嗱，至於消防系統嘅水泵咧，當然包括消防泵、花灑泵、上水泵、中途泵同埋街龍頭泵嘅。工程顧問聯同承辦商先查下水泵型號同埋規格係咪符合已經批准嘅要求，例如由生產商提供嘅出廠前測試合格記錄，仲要查下泵房係咪符合安裝要求，例如地台係咪有足夠斜度去水等。如果有唔符合要求嘅項目，必須通知總承建商同埋工程顧問進行執漏同埋適當處理啦。咁講到水泵安裝工序咯，總承建商咧要先做好水泵躉，然後喺水泵躉上裝好已批准嘅避震彈弓或者係避震膠。安裝水泵嘅時候咧，要確保摩打同泵軸必須通光喺同一軸線。咁當其他嘅配套喉件、水掣等嘅安裝都接近完成啦，就可以裝埋水泵控制箱同連線到水泵摩打，等候測試就得噶啦。